哥林多前書第6章，你們中間有彼此相爭的事，怎敢在不義的人面前求審，不在聖徒面前求審呢？豈不知聖徒要審判世界麼？若世界為你們所審，難道你們不配審判這最小的事麼？豈不知我們要審判天使麼？何況今生的事呢？既是這樣，你們若有今生的事當審判，是派教會所輕看的人審判麼？我說這話是要叫你們羞恥。難道你們中間沒有一個智慧人能審判弟兄們的事麼？你們竟是弟兄與弟兄告狀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。你們彼此告狀，這已經是你們的大錯了。為什麼不情願受欺呢？為什麼不情願吃虧呢？你們倒是欺壓人，虧負人，況且所欺壓、所虧負的，就是弟兄。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麼？不要自欺，無論是淫亂的、拜偶像的、奸淫的、作孌童的、親男色的、偷竊的、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罵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國。你們中間也有人從前是這樣，但如今你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並藉着我們神的名，已經洗淨、成聖、稱義了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處；凡事我都可行，但無論哪一件，我總不受他的轄制。食物是為肚腹，肚腹是為食物，但神要叫這兩樣都廢壞。身子不是為淫亂，乃是為主，主也是為身子。並且神已經叫主復活，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們復活。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麼？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麼？斷乎不可。豈不知與娼妓聯合的，便是與他成為一體麼？因為主說，二人要成為一體。但與主聯合的，便是與主成為一靈。你們要逃避淫行，人所犯的，無論什麼罪，都在身子以外；唯有行淫的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？這聖靈是從神而來，住在你們裏頭的，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，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，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。